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3，诗篇66篇13节到14节安尼讲：我要用烧祭进入你的厝，我要对你写我的愿，就是伫我患难的时，我的嘴唇所讲的，我的嘴所下的愿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向你写愿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。主啊，你做王治理万国，你坐伫你圣的宝座，公平甲义理是你宝座的地基。主爱甲诚实行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属伫你的儿女，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掌管一切万有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求救，暗耳空听阮的祈祷。阮的心失志的时，就要对地极求救你。主啊，我要用烧祭进入你的厝，我要对你写阮的愿，就是伫阮患难的时，阮的嘴唇所讲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